有民众伫屏东的邦山乡一担水果，但咧买冷物的时阵呢，结果怀疑这头家做人无够老实，所以落尾无买就驶车要来离开啊。想袂到这头家呢是气甲摕冷物来甲牵伊的车，这当事者是惊甲敲电话报警察，落尾双方家己来和解。我刚刚说那我要2斤，他第一次上去。民众驶车对路边搭准备要离开，煞雄雄听到一声，伊赶紧报警察。就这个老板。 对，我们开走之后，他拿点物找我们的车。是。那位老板，你们有认识吗？不认识，就是来买东西而已。你真正讲牵连物哦。啊，牵连物我就袂爽伊安尼啊。对，伊做啥物啊？阮应该爱互伊安尼糟蹋的吗？啊，无啦，伊做了啥物啦？啊，伊买连物就应该安尼甲我糟蹋吗？看到警察到现场，当事人真不满，卖冷物的头家摕冷物牵伊的车，而且车顶还有囡仔。姓苏的头家嘛直接承认，表示因为和当事人买卖做了无欢喜，气袂过，伫人客要离开的时，就顺手杀一粒冷物弹。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他不老实，那我就跟他说我要2斤就好了，然后他又拿了几颗起来变370，那我不要买了，然后他就开始骂我。这称起来370块，算350好无？嘛无爱啦，讲啊你2斤320，啊我这370，甲你算350，安尼你也无爱，啊你转外头做你走，即摆找你到外口就用翕相机甲我翕。该挑衅。讲伊要网络要甲我破啦，要甲我迄落啦，你买物件，较有可能拄啊好个。 代志发生伫23暗时，邦山乡的路边，店头冷物1斤卖160，当事人讲要买2斤的冷物，但是头家安怎称拢超过320，当事人落尾决定无爱买。苏头家感觉对方甲创治，情绪压起来，双方发生争执，当事人就报警，请警方到现场处理。起因为双方对水果总重量及价格问题起口角争执，车辆沾附果渣及果汁，后续确认车辆未有损坏。 双方后续已自行和解。警方到现场和两边讨论，苏头家最后向当事人回失礼，嘛甲车7,000去，当事人就离开啊。警方提醒民众，拄到消费纠纷爱理性，毕竟做生意上重要就是和气生财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